今早起的敬拜，请将咱的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将这段时间分别做成归予上帝。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阿老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线到万代。咱来吟圣诗273首，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心肝着
诚济。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至入面的爸上帝，愿伫你的面前承认，佮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主啊，阮时常犯着过失，佮得失你。只有你知，阮会犯罪，会离开你的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主啊，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阮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阮求你带念你的囝，也就是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求你教示阮知影阮家己的歹，求你洗清阮秘密的过失，至圣搁疼痛阮的爸。求你，互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互阮会当行伫你光明的道路当中，诚侪你欢喜的行事。主啊，你有怜悯慈悲，你无快快生气，你嘛无久长的责备。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疼内面，接纳遐个悔改的心。求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互阮会通行伫义的路。听阮的爸爸，即时阮求你的圣神来光照，赏赐阮正人有智慧的心，有聪明的灵，会当明白今仔日的讲道，嘛赏赐阮牧师有气力，互伊所分享的信息。诚侪阮正人的帮助，主，阮感谢你。即时，阮求圣神来帮助，互阮会当得到救主，你对着阮无比的恩典甲疼痛。阮要用个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你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来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是启用文60篇，嘛是哥林多前书13章。咱来交托，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你若，我就亲像人六百底响。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会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够额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你若，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你若，对我拢无利益。仁爱是宽容。仁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生气，
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一声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温数是暂时，讲灵语的温数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在有限，传达上帝的信息的温数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日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一声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27到31节。我来读：恁是基督的身躯，逐个人是身躯的肢体。上帝伫教会所安置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阁有行神者的，阁有医病文士的，帮赞人的，管理事务的，讲逐款灵语的。逐个人兼拢是使徒，兼拢是先知，兼拢是教师，兼拢是行神者的，兼拢是有医病文士的，兼拢是讲灵语的，兼拢是解说灵语的。恁着热切羡慕遐个搁较重要的文士。当我甲恁指示一条上好的路，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周氏小组来学乐，因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爱我愿意》。
这时咱要请本堂林牧师来正道，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各自咱拢是基督的肢体。弟兄下这平安。咱的教会也有体贴，咱教会内面有一寡遮的长辈，伊伫咧迄个伫咧听讲道的时阵较无遐尼啊好势，所以有准备迄个无线的耳机，咱若是有需要，请咱会用到时阵才来去到伫即个音控室的所在，伫遐来因来申请。教会买迄个无线耳机，伊有分两款，一种是耳塞式的，一种是迄个耳罩式的吼。即马买来了，第一组的即个耳机线，就送互使用的会友吼。就讲迄条的耳机线是互咱专用，吼。所以李长老，你听有清楚我的讲啥吼 ？OK。所以咱迄个今仔日先互李长老你试用看讲你是要用耳塞还是用耳罩的安尼吼。所以李长老互我做实验安尼，吼，迄个其他咱教会咱的长辈若有即方面的即个需要，咱会透过即个无线耳机来帮助咱做礼拜。因为我相信咱有的兄弟伫咧，尤其咱若是有带迄个迄个助听器吼。助听器咧用的时阵，伫咧咱的即种空间的时阵会轰轰叫，因为迄个麦克风伫咧你的耳机内底，所以咧接收的时阵，规个迄个场域内底所有的声音拢总入去。但是咱是靠音响的时阵，是亲像讲牧师即摆咧讲到用即个麦克风，即个声音直接对音响透过咱的即个传播了，直接入去咱的即个无线的迄个耳机，会接收，所以会较清楚，所以期待咱的即个长辈咧做礼拜的时阵，会通有较好的礼拜的品质。所以若有需要，咱无客气来咱的即个音控这边遮来甲因讨，讨的时阵，第一条的即个耳机线就是送互恁，搁过来若是耳机线若有断，咱会使照咱家己的意思去外口买，看是要耳塞、耳罩拢会使安尼。这是咱中执会的一个期待讲，互咱的遮个长辈会通有一个较好的礼拜。那么咱今仔真感谢主事小组会通帮助咱今仔日礼拜，互咱会通安尼搁一届来咱的主来倾心吐意互咱的主真正会通伫咱迄款的虔诚的礼拜内面来感谢今仔日咱会所献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你互阮会通成做主你教会内面的一份子，个主你的教会是你的身体内面的其中的一个肢体。但愿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得了解阮伫主你的教会内面应该爱有的位置伫咧倒位，互阮会通照着主你所安尼对阮所交托的，阮就忠心伫咧迄个顶面做好阮所应该做的事，也互主你的名，因为阮所行所做得到应得的荣光，以及互做人，因为阮的所做来对主你来领受对你来的天顶的施恩祝福满满。但愿你即时圣神开启阮的心灵，互阮迎接主你的话进入伫阮的内面，互阮也会通切实来照安尼来去行。愿咱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门。伫咱安尼，咱进前咱捌安尼讲起着即个谦卑，安尼毋是迄个叫做讲小看自己，嘛毋是少看家己，乃是无看咱家己。咱嘛有捌讲起着即个即个谦卑的第一个定义就是放下咱的迄个权利但是即个是消极的部分，迄个积极的部分是迄个咱爱转去到伫咱应该
爱有的迄个本位的所在，踮伫咱原底的迄个应该爱徛的迄个位置。因为咱必须要真清楚来去认知着咱家己的迄个本来的位置，咱才会通活出一个安尼迄个谦卑的迄个性命。所以伫2礼拜前牧师也提起着，伫咧即个转去到伫本位，就是安尼转去到伫迄个主的迄个应该有的迄个特殊的顶面，佮转去到伫迄个本来的位置是叫做讲咱无代替上帝。所以咱要继续即个主题，叫做啥物话？叫做转去到伫本位，转去到伫本位，伫咱今仔日咱要讲的是转去到伫咱家己的迄个位置。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基督是教会的头。伫咧以弗所书内面有安尼讲起，讲上帝互万物拢屈服伫基督的骹下，互伊做教会的元首，统治万有。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所以咱是迄个，咱迄个基督是迄个教会的头，佮咱是伊的迄个身躯内面的迄个机体。所以伫咧教会内面，咱本地咱应该有的迄个位置，就是咱安尼。照着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文内面，咱叫做逐个人各自伫家己的应该有的迄个位置顶面，成做基督的迄个机体。若是咱离开基督的即个机体的迄个咱讲岗位、迄个位置咱想要来做头来管理其他的遮个机体，安尼迄就是一种的离开本位，也就是。迄个骄傲的迄个表现。当咱若认清咱家己迄个本位是一个机体，咱愿意将迄个头的迄个位置重新交转予耶稣。耶稣就要成做伫咱的即个身，伫咱即个伊的身躯内面来安尼掌管。所以咱要用几个方面来去想即个转去到伫咱身体的迄个本位的几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咱虽然咱无共，也因为咱无共，所以咱做一伙。身躯的每一个机体无可能拢共款，就较亲像咱所有众兄弟，咱伫咱的教会内面。咱嘛共款，咱无逐个人拢完全共款。第一个，咱家己，咱每一个人着生着无共款，咱的思想嘛无共款，咱的做做法嘛拢无共款。有当时咱甚至咱会感觉讲对方的所做甲咱无共，所以咱会感觉讲即个人哪会遐奇怪。但是咱嘛要讲，对方可能嘛感觉咱足奇怪，因为咱无共，但是就是因为咱无共，所以咱做伙。每一个机体的迄个观点甲方式嘛拢无共款，所以这拄好是咱一个身躯的应该有的迄款的，咱讲独特性，就是因为每一个机体无共，身体才有法度达到平衡。伫咧咱的哥林多前书内面12章的17节安尼讲着，伊讲身躯。全身躯若拢是目睭，要用什么话来听？全身躯若拢是耳孔，要用什么话来闻？上帝照着伊的心意，将迄种咱种各个逐款迄个独特的迄个功能，迄个无共款的迄个肢体，来放伫同一个即个身躯的内面。即个目睭会通看，耳孔会通听。鼻仔会通鼻，机体本来因为大家人会无共款，才有法度来彼此来配合。所以机体袂通要求对方甲咱共款。当咱若认清咱家己的迄个本位的时阵，咱就袂因为要为着要去改变对方来感觉痛苦，反正咱。爱为着迄个彼此之间的迄款的差异，来伫遐来感谢上帝。
但是咱嘛要讲，这就是咱今仔日伫咧教会内面有侪侪遮个困境的所在。咱逐个人拢想要改变对方，咱无愿意改变咱家己，嘛无需要。哦，咱唯一是对咱的主来改变咱家己。所以，咱若有安尼迄款的迄个认知的时阵，咱就袂伫遐来感觉讲，啥啦？恁拢无照我的意思，无照我的看法安尼拢我的看法才是对。直到迄个安尼心内有真济迄款的，咱讲痛苦、冲击，啥啦？恁无爱甲我共款，因为咱本来就无共。也因为咱无共，所以咱做伙。过来第二就是咱无有一个人是上好的，别人拢比咱较好。咱合一做伙才是上好。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谦卑的迄个理念。就较亲像伫咧咱今仔日即个读的经文内面哥林多前书12章内面，佮进前。经文内面，伊去讲到第21节讲去讲，伊讲目睭袂当甲手讲我无需要你，头嘛袂当甲骹讲我无需要你。无有任何一个肢体会通高举咱家己，每一个肢体拢是重要的，每一个肢体拢安尼袂通无有迄个彼此，拢需要去看重安尼其他的遮个肢体，就算讲伊是。安尼非常的微细，甚至是一个软弱的肢体，嘛拢需要去甲保护。所以，甲你隔壁的人讲，你足重要的。咱无因为咱细来感觉咱真微细，就无重要。因为若身躯中的其中的一个肢体受苦。照圣经讲安那，讲全身躯就会当受苦。所以，若咱掠咱家己最出众，咱是安尼讲夸口咱家己，咱唔爱甲其他的遮个肢体来伫遐来甲因联合。安尼，即个人咱会讲安尼，伊会死去。迄款的死去，咱咧讲是一种属灵的死去，因为肢体之间迄个彼此之间是一个咱讲相处，彼此是相顾的，彼此是安尼拢彼此需要的，彼此是安尼讲拢有迄种沟通，甚至咱嘛要讲，甚至伊是彼此相感，体贴彼此的需要，因为。所以，咱若安尼来看的时阵，迄个肢体虽然安尼讲彼此之间有无共款，但是当因若抱着一个无有安尼，咱讲无有一个人是上好的，别人拢比我较好，咱合起来上好，安尼迄款的想法的时阵，安尼才有法度建立一个身躯，一个身体。共款伫咧咱上帝教会内面。设立安尼侪无共款的恩赐，甲着侪遮个积分，嘛是共款。每一个恩赐积分拢总是重要的，但是却无倒一个是上大的。每一个恩赐甲积分拢无共款，所以咱无伫迄中间彼此伫遐来看口。咱的本位就是尽力去发挥上帝赐予咱的迄个恩赐，甲着伫咧。安尼所交托互咱的迄个积分，来安尼造就基督的身躯，并且当安尼身躯被造就的时阵，咱就也无啥物通好夸口的，因为这绝对毋是某一个安尼任何的一个肢体，安尼伊有法度伫遐来独立来安尼造就来成就。因为规个阳光拢是属于咱的耶稣，咱的主。最近伫咧咱的教会界内面，捌有一个安尼的迄个消息，讲某一间教会
伊过去有一个少年的传道，去到一间教会伫遐来服侍。原底本地甲着即个主任牧师内面，安尼原底本地有真好的服侍，但是即个少年的传道后来安尼服侍了真忝，伊就安尼甲牧师申请讲，安尼伊要离开。结果无拍算讲，后来伊对上帝有无共款的领受，从离开即间教会了，伊家己佫去开拓另外一间教会。即个主任牧师，伊感觉伊受背叛，伊就感觉讲，即个传道无诚实，就开始攻击即个传道，讲即个传道安尼无有资格。伊后来因为即个传道，伊伫咧迄间教会，伊家己开拓的教会，安尼开拓安尼差不多要将近要10年的时间。因为伊后来无伫咧伊原底迄个主任牧师的迄间教会的迄个系统内面。了后，伊家己去伊原底本地伊家己迄个起薪的迄个母会，迄个母会就找伊去开拓怎么伊的服侍迄间教会。伊伫咧遐服侍，安尼一站了，安尼即个母会牧师即边感觉讲，安尼伊真妥当、真适合，就要甲伊封牧。结果即个原底本地伊咧军队迄个主任牧师讲，伊感觉讲即个传道伊无有资格，通好来封牧，就安尼伫咧即个网络面顶安尼甲伊攻击。但是我要讲的是，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前，尤其是你做一个牧师人，啥物人有资格做牧师？今仔日牧师敢有资格徛伫咧即个讲台面顶？这是我伫遐看到即个消息的时阵，我家己的迄个反省。就算讲咱今仔日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敢有迄个资格诚做主的基督徒？咱敢有咱敢有迄个资格诚做主的门徒？若毋是主的恩典，咱实在是袂堪伫诚做主的门徒。因为主耶稣伊是用着迄个义的代替咱遮不义的，互咱会通安尼接纳咱诚做上帝的儿女。诚做基督的一份子，所以无有一个人，伊会用伫咧上帝面前讲，伊迄落别人会堪伫，也是别人无资格，因为咱家己本身就无资格，因为咱迄个资格是上帝予咱的，是主耶稣为着咱流血，为着咱安尼，咱讲放下性命所享受予咱的。所以咱伫遐咧讲起讲，你无资格，我无需要你。当咱咧讲即句话的时阵，咱就已经是无资格，因为主耶稣伊家己为着咱放下性命，结果咱伫遐咧为着咱的肢体，为着咱的同工，伫迄个中间伫遐咧相争执，为着家己的民主问题，伊伫遐讲起着迄个主任牧师伫遐讲起着讲即个传道甲伊带偌济会友离开，咱哪会爱讲？你即个主任牧师是安尼遐鲁善，互会友，互咱的会你安尼互一个传道，甲你的教会内面的会友带1/3条。但是咱无伫迄个中间来互相来批评，咱上主要是要讲的是。咱今仔日，咱需要谦卑伫上帝面前，咱无伫遐来彼此伫遐来评判，咱嘛无若无伫迄个中间，咱伫遐来看轻别人。咱应该伫上帝面前，伫遐看见咱家己的迄个境况到底是怎样。所以求主怜悯咱。第三，咱需要看见的就是迄个身体比肢体较要紧、较重要。身躯中的每一个肢体
安尼讲，咱讲个人安尼讲，个人真重要。但是，一旦即个机体安尼带来迄个身躯的迄款的破坏的时阵，咱要讲的是宁可失去机体，嘛爱保护身躯，敢毋是？这是一个咱讲需要先甲优先次序，甲伊安尼放好着。就较亲像讲，咱今仔日咱伫咧医疗的顶面，咱来看，如果若确实有一个人伊安尼得到即个糖尿病，搁迄个糖尿病病甲足严重的迄款的情形之下，有可能伊需要截肢。你为着讲我要保持我的完整，可以，但是有可能你会丧失你的性命，敢毋是？迄个时阵，咱有需要为着安尼缘故来将咱的身躯顶的某一个手也是机体来甲伊切掉，因为伊危害着规个身躯的运作，敢毋是？所以，甲亲像伫咧马太福音内面第5章内面遐讲起讲，安尼若是你的正，你的安尼正蕊的目睭，互你绊倒，就将伊来挖出来，来甲当迄角，宁可身躯安尼失去一部分，毋通互规个身躯向迄入去伫咧迄个地狱的内面。如果你的正手互你绊倒，就将即个正手来甲安尼站起来。弹掉，宁可失去身躯中的一部分，也毋通互全身躯来安尼落地狱。咱个人咱真安尼珍惜每一个机体，但是袂通因为安尼保护一个机体来失去规个身躯。这并毋是讲表示咱无安尼，互迄个机体有犯错的迄款安尼机会。就较亲像讲，咱伫咧行路的时阵，咱有当时咱行路无小心去踏着绊倒，滴到咱全身躯安尼有因为咱的绊倒滴到咱的身躯，就若有一寡机体受伤，就较亲像咱的素贞节安尼即届安尼车祸，安尼绊一个，除了手以外，佫倒位，佫刺伤嘛，侪佫骹的部分拢共款，地张拢嘛共款。但是咱敢讲甲全甲手甲剁起来，无啦，佫甲手接无好势，身躯倒位刺伤，咱甲医好势。咱安尼将这个机体受伤的所在，咱袂甲伊安尼甲伊拢剁掉，咱只不过是甲即个伤口甲伊安尼洗好清气，甲伊安尼敷好势。膏药啊去哩，互即个伤口会通得到安尼完全。但是如果即个骹的即个伤口，若无法度得到完全来安尼医好，甚至来开始腐败坏死，的时阵，伊开始咧蔓延的时阵，咱爱做的代志是啥物货？就爱甲切掉，无你会败血症，所以伫咧迄个当骹即个伤口无法度完全的时阵，咱为着要保掉咱身躯其他的部分，咱只有将即个骹即个受伤的部分，还是手即个受伤的部分来甲伊切除。软弱的机体，咱必须爱伫遐来甲伊保护，伫遐来甲伊帮衬。但是若确实伊无愿意悔改。直到迄个规个全身躯面对死亡的时阵，为着要保护全身躯，咱必须爱安尼讲忍痛来将即个机体来甲伊切除，就较亲像伫遐咧切除咱身躯顶的迄个癌细胞共款。所以，咱若有安尼迄款的了解了后，安尼咱就要搁一摆重新来看。安尼，如果咱若是亲像头拄仔咧讲，即个安尼亲像癌细胞共款，安尼迄个骄傲，就较亲像咱的癌细胞共款。安尼骄傲的下场到底是一个什物款的下场？咱讲谦卑就是放下权力，转去到伫咱原底本底的位置。
如果咱若确实一直干那掠掉咱的迄个权利，离开咱的本位，咱感觉讲啊，我有迄个能力，我有法度来管理所有，我想要来做头，迄就是骄傲，离开本位。当有人得罪咱的时阵，咱若掠掉迄个会通安尼万分的迄款的权利，无愿意去了下，这嘛是一种的骄傲。咱照圣经讲安那，讲咱的天顶的爸嘛未了下咱未了下咱的过犯。咱想想讲，伫咧圣经内面去讲起着主耶稣伫遐讲起着一个譬如，有一个人，伊安尼欠伊的主人安尼，咱讲1000万两的银子。伊伫遐苦来甲即个主人来伫遐甲伊安尼拜托伫遐恳求伊赦免。即个主人就怜悯伊，了赦伊这1000万两的即个安尼的欠亏。但是当即个人伊出去了，伊去拄着伊的同伴，即个同伴欠伊10两银。伊伫遐甲掠着即个同伴讲：“你欠我的10两银还我。”即个同伴讲：“请你搁互我宽限一下。”伊伫遐毋肯来互伊宽限，甲伊落伫咧监里。伊其他的同伴看了安尼真对心肝，就去甲伊的主人讲：“即个主人落尾手安怎做？将即个人甲伊掠来。”要求伊甲伊关起来，要求伊爱还迄个1000万两了，才来放伊，才有法度安尼放伊自由。咱若无了赦，遐个安尼得罪咱的人，咱的天父伊嘛同款无了赦咱。所以，当咱若安尼想要安尼徛起来，互人看见咱做即个付出，甲着咱的迄个成就，嘛是一种的离开咱的本位。咱想要来夺取迄个上帝的迄个荣耀，这就也是一个骄傲。骄傲的效果就是，照圣经讲就是互上帝厌恶。伫遐箴言第16章讲起讲，上帝厌恶心骄傲的人。佮毋若惊若互上帝厌恶，佮安尼的人有可能递到互上帝来甲伊拆毁。伫咧箴言共款第15章内面讲，上主拆毁骄傲的人的厝。佮毋若呢？伫咧诗篇内面，伊也嘛有讲起着，伊讲起讲上主圣的子民啊，恁着拢着听安尼听伊上主保守忠信的人，严严报应遐啥物人，骄傲的人。所以，就算讲咱为着上帝安尼成就了侪遮伟大的事。咱所做的遮的一切，真正是咱做的吗？是上帝神来激励咱，互咱安尼会通做一寡安尼合伫上帝所欢喜的事。所以上帝的神甲咱同齐伫遐三个同工，所以咱伫遐来成就一寡代志。如果咱若伫迄个中间，咱若伫遐来骄傲，伫遐讲安尼伫遐评判讲，我过去为主做偌济遮个安尼好事，为主做侪遮伟大的事。一旦咱若骄傲，伫咧马太福音内面讲起中讲安那，讲当咱提高咱家己的时阵，会受降价。伫咧圣经旧约内面有安尼一个记载，讲起着安尼，伫咧但以理书内面去讲着一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王。当伊的国非常强盛时阵，甚至犹大王嘛去互伊掠去。
有一天，伊伫迄个安尼，甲着侪侪遮个人神伫遐咧啉酒，伫遐安尼欢喜快乐，伊伫遐咧展示伊家己的迄个成就的时阵，上帝话就临到伫伊啊。伊伫迄个中间，安尼上帝伫迄个中间，安尼对伊讲起，就讲安那，讲尼布甲尼撒啊，有话对你讲啊，你的国离开你，你的确要受赶出，离开世间人。哦，伫咧甲着遮野地、遮野兽同齐大，食草亲像牛，搁要经过7个时期，等你知影至权至权者伫人的国中间咧掌权的时阵，搁才会将国来束缚什么人，就要互束缚什么人。所以即个话一个落伊就安尼。受赶去，安尼赶出，甲着即个野兽来带，过着亲像野兽共款。伫咧记载内面讲，伊的指甲亲像鹰鸟的指甲共款，安尼规个身躯安尼全摸，那像高山安尼。过着一个野兽一般的即个生活，直到伊愿意谦卑。伊伫遐来仰目天，伫遐来学了上帝伟大时阵，上帝才搁一届来将伊的国交转互伊。所以咱会通等于好好来看但以理书第4章内面所讲起着即个经段。所以咱安尼无论咱互上帝偌大的迄个使用，咱无有啥物通好看的。所以今仔日。咱真要紧的，就是咱爱会记哩，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若毋是主的应允，若毋是主伊甲咱相合伫地，咱所做的只不过是干那安尼，咱讲无法度真正成就上帝的荣光。当咱会晓伫谦卑，转来到伫上帝面前，看见讲原来咱所行、咱所做的。真正是上帝恩典，咱就要去经验、去经历着上帝伊搁较大的施恩祝福，咱就要安尼搁较侪看见上帝伊迄大能力临到伫咱，所以就较亲像即个约伯记内面伊去讲起着的，伊伫遐讲约伯。伊伫遐安尼，当伊面对着侪侪遮个苦难苦痛的时阵，伊敢若有安尼讲，我脱体出地无胎，嘛要脱地倒去。上主赏赐，上主摕去，愿上主的名受称赞。我毋知影咱伫咧面对着咱生命内面有侪侪苦痛的时阵，有侪侪遮个安尼逆境的时阵，咱敢有法度讲出安尼的话？但是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晓安尼掠着咱的主，咱无搁再伫遐来安尼伫遐高举咱家己，咱为主做啥物货？咱只有干那谦卑伫上帝面前，真安尼清楚来看见咱家己的本相，咱当晓伫咱原底本地迄个本位，咱本地迄个位置，咱才有法度不断伫遐来经历咱的主，伊迄个搁较大的施恩祝福。所以约伯伊伫遐安尼，伊安尼宣告，落尾手虽然讲伊有经历侪侪遮个苦痛，落尾手上帝搁一届将伊所失去的毋若补倒转来，是加倍，咱讲加倍奉还来行伊。所以今仔日咱伫咧咱的，尤其是咱安尼即2-3年，咱经历着即个 COVID-19 的即个疫情。咱有侪侪咱的兄弟嘛，共款有经历着即个疫情所带来迄款安尼的迄个，抵到咱经历迄个困境，咱敢有法度共款嘛来安尼主来伫遐宣告讲，我脱体出无体，嘛要脱体倒去，上主赏赐，上主摕去，愿上主的名受称赞。当咱伫遐安尼经历，咱安尼宣告的时阵。照上帝伊的应允，伊讲恁所失去的，伊伫咧迄个耶利米书内面讲起，就讲恁所失去的，我要加倍奉还。
咱只有干那甲主掠条条、牵条伫咱的主的时阵，咱要经验着主伊对咱迄个咱所失去的，伊要搁一摆重新来甲咱恢复。咱若有安尼迄款的信心，甲迄款安尼对主的迄款的仰望，咱就要领受伊原底就已经安尼迄款安尼应允。如果咱若心做犹豫，咱自然咱无法度得着。但是咱若牵条伫咱的主、咱的上帝，伊安尼，伊原底本底就安尼应允的时阵，咱就要安尼经历。侪人是安尼经历，圣经人嘛安尼记载。剩的就是干那看咱安怎去选择。今仔日伫咧咱的面对着咱家己的性命的状况的时阵，求主帮助咱，搁一摆重新来看见咱家己，互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好好啊来想。牧师嘛共款有几个题目，咱好好啊来搁一摆来想，来默想，就是啥物啥物会是咱的教会的迄个氛围。咱伫教会内面有咱家己的迄个位置无？有伫咧咱家己的迄个位置顶面无？咱有伫遐享受甲着咱即个肢体中间彼此的迄款的关系无？是咱看咱的其他的肢体，安尼感觉讲遮肢体甲我袂比哩。第二，为虾米咱一定爱转去到伫咱的本位？什么的是身体？甲迄个肢体，迄个正确的迄个优先的迄个次序，咱会通好好啊来去想。如果咱若伫遐不断伫遐来批判咱家己，高估咱家己，有可能咱就真做迄个身躯的迄个癌细胞，甚至需要去互人挂掉。第三，耶稣互咱一个真明确的即个榜样，就是谦卑。伊伫遐怎样？伊放下伊家己的权利，伊转去到伫伊应该爱有的迄个位置，伊真做迄个顺服的模样。为虾米咱犹原阁共款会安尼不知不觉会骄傲？咱用好好来去回想，当人得罪咱的时阵，咱有愿意了谢无？是讲，当咱安尼想要徛起来，要来互人看见咱所付出的、咱的成就的时阵，安尼咱有伫迄中间来窃夺上帝的荣耀。第三，当咱伫咧服侍安尼真安尼有成就的时阵，咱以为咱家己真有能力，咱有伫迄中间抵到咱无将应该归乎主的迄个荣光。咱伫迄中间来抢夺上帝荣光无？求主帮助咱，互咱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咱搁一摆好好啊来去深想，咱就要搁一摆转去到伫上帝爱咱转去咱迄个应该爱有的迄个位置的顶面，就教会要有对主来迄款安尼的疼，彼此之间会互相相疼。也咱伫迄个肢体甲肢体中间，咱要因为咱家己来尽力来做好咱应该做的迄个本分，咱伫咧迄个肢体顶面的迄个咱讲迄个功能，尽咱迄个功能，就即个规个身躯要得到完全，要得到安尼做安尼迄个安尼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讲，真做一个健康的教会。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搁一摆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不断来光照阮，来帮助阮，互阮来看见阮真实阮家己的迄个性命的处境。主，阮有伫咧迄中间，因为阮家己彼此的迄个无共款，比较阮伫遐来看见对方也无。是阮，因为阮为着阮彼此会无共款，所以阮欢喜彼此安尼互相来欣赏对方，因为阮会无共款，所以阮做一伙。佮阮求主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看见，无有一个人是上好的，
别人拢比我较好，只有阮合一才是上好。恳求主圣神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搁一摆来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彼此来安尼疼惜彼此阮教会助你的你的身躯的肢体内面，特别是遐个姊妹世的兄弟姊妹，互阮会晓得透过阮迄款安尼来顾惜、来疼惜，互规个助你的教会、你的身躯会通有一个真好的运作，互即个助你的你的全身躯会通安尼成做一个健康的身躯、健康的教会。愿你听阮恳求的声，也请你的心意伫你家己的教会，甲你的遮个正百姓的顶面，愿咱的恳求祈祷，靠着主的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认识。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于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
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陈文南执事、尤佩瑜执事来书献。咱也有第一摆来到教会吼，第一摆来也无了解奉献的意义的兄弟吼，通啊毋免奉献吼。爸啊，阮遮哩伫遮听你的讲道，阮知影，阮伫世间一切拢是你所赐的。求你互阮有谦卑的心，知影阮伫世界一切所谈的，不过一切拢是你所赐予阮，阮当是暂时的管理。阮遮哩奉献淡薄仔，互教会，希望这一切就通亲像遮哩的讲道讲的同款，毋管是骹还是手，拢合做一个完全的肢体。嘛，互你互阮有谦卑的心，莫去骄傲。安尼，咱遮哩的奉献淡薄仔，请你悦纳。今仔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共读本周的金句吼。来，咱做伙来读两摆吼，请。你是基督的身躯，逐个人是身躯的肢体。哥林多前书第12章27节，好，搁一摆。你是基督的身躯，逐个人是身躯的肢体。哥林多前书第12章27节。愿咱将上帝的话记牢伫咱的心肝底。过来咱报告的大声毋知有今仔日第一摆来甲咱教会无？哦，毋是第一摆啦，但是有一段时间无看到哈。我们黄朱姐哈，很高兴看到她哈，来啊，还有伊的孙啊哈，
哦，对美国倒来甲照顾吼。哦，秋苑姊妹哈，好，好，我们欢迎哈。你有要跟咱分享的无？哦，咱感谢哈，所以今天刚刚黄珠姐就是做一个肢体最好的示范了哈。意思讲，咱大家互相拢是肢体，咱替伊带倒吼，会当紧紧好起来。这个过程伊有真深的感受啦，吼，请坐，吼。咱会后的时阵，咱们礼拜煞再甲伊较济交陪吼。好，有第一届，还佫有第一届来甲咱同中啊无？好，若无咱来看迄个周报的报告部分吼。报告事项第一点是6月24号，小会有议决的事项。第一是接纳本会建堂事工遴选这个建筑师的办法吼，这个算草案吼，也毋是定案吼。公告伫咱的公报栏吼，2礼拜，请咱会友来看吼。若有问题，请咱再提出来做这个讨论或者是更正吼。那第二就是接纳城市会有个案的补助吼，咱拢一直有伫帮助这个城市会吼，就是讲因为进前有一段时间是因为死除尾伊读神学院，咱特别甲补助吼，咱教会一直伫做这件代志。第二点就是6月25，咱中执会决议的事项吼。第一就是接纳咱6月份收支汇报表，第二是接纳本会增加咱的监视器吼，互咱这个教会顶的安全吼，更较好的一个吼。第三就是接纳咱无线耳机，拄仔咱牧师有讲吼。第四就是接纳父亲节礼券案吼，过来就是接纳更新财务部的迄个笔记型电脑吼。第六就是接纳咱 Line@ 应该是 Line@ 这个官方的账号吼，咱承租的方案过来咱发布这个讯息，就是伫迄个 Line@ 顶管吼。第三点是7月31到8月初5吼，下晡2点到5点主日要举办这个暑期的烹饪品格塑造营吼，欢迎咱幼稚园小班甲国小6年仔的小朋友来报名吼。报名一个人是35块吼，但是若较早来吼有早鸟价是300块吼。咱再来看这个公布栏的，或者是这个简章吼，有这个网络的连接吼，还是扫这个边仔这个 QR code 嘛会使哩吼。我会记得应该是特别晚吼，所以咱若要参加爱把这个吼把握机会啦吼。第四点是2023年吼，咱教会顶年有开始做这个洗手爱无限吼2.0的关怀事工吼。咱5万吼，目标是100户，1户就是500块啦吼。咱用咱家己的力量，甲咱的感动，上帝互咱的感动，咱家己看我要人权1户、2户、3户，甚至10户吼，就是看咱家己的这个感动吼。因为这是真有意义的一个代志吼。当然这个当中嘛是有公部门的这个配合吼。咱会当去关怀咱这个在地社区内底，真正是有需要的兄弟啦吼。我想这是一个足有意义的事工啦吼。咱礼拜4点正听牧师，互咱真好的教导，总是爱有机会咱去行圣经所教示咱的真道，这足重要的。听道无行道，只有一半尔。听道了就去行出来，所以咱这个。洗手爱无限就是上好的一个咱听心的展现啦吼，所以5万咱兄弟吼，大家来参与吼。第5点就是咱这个群组的部分吼，因为7月开始吼，这已经讲几个礼拜吼，所以咱兄弟就是咱来加这个来这个群组，后摆过来教会全教会迄个公告会伫这个群组吼，其他迄个一寡群组就无搁重复出现吼。过来是具体消息的部分，总会大专有办暑期的一寡活动吼，
欢迎咱的大专青年来参加吼，再若有需要再来看咱的公布栏的海报吼。然后过来就是7月31到8月7日吼，伫崇光高中吼，专会教会委员会有办这个生命教育种子讲师培训营吼，咱兄弟有这个负担吼，拢通来报名参加。过来就是24届这个基督精兵营吼，社青营吼，伫9月下旬吼，伫台中这个办活动，欢迎咱社青会当来参加。过来就是10月初吼，总会客选有办理这个基督徒灵修会吼，有需要的兄弟吼，咱通来看报名来参加。大岛的事项，则请咱兄弟吼来看咱周报内底拢有这个带导函吼，咱通来看。然后伫咱每一天甲上帝的沟通的内面吼，咱就为着咱的兄弟需要来替因祈祷吼。注意事项，咱家己来过目。过来就是顶周聚会出席以及奉献的报告，咱兄弟家己来看。若是有写了毋对，尤其是咱的奉献吼，若是有写了毋对吼，再请找干事来做见证吼。咱即马开始吼，干事已经上班，就是严世佩姊妹吼，7月开始吼，严世佩姊妹刚刚也坐在后面吼，她也参与我们的礼拜吼，所以我们特别甲大家报告。顶礼拜牧师有讲啦吼，但是惊大家印象无足深刻啦吼。好，以上是报告的事项，毋知牧师有要补充的无？迄个，咱头拄伫咧即个报告的第5项的部分吼，即个拉的部分，拉的迄个公告的部分，咱若有注意着看吼，咱对昨就开始啊吼，所有的即个公告。教会公告的部分，包括咱今仔日主日礼拜的连接的部分，迄个连结吼，网络的连结，拢总只有干那存伫咧即个南洋教会兄弟姐妹群组内面，其他的群组拢无搁再张贴吼，这就是无爱互咱的迄个各个群组吼，那一直咧洗版啦吼，所以请咱兄弟若还未加入的吼，咱赶紧来加入。因为这内面包括教会的消息以及咱的电子周报，甲着咱的主日聚会的连结，以及牧师每一日的这个晨读的分享的连结，拢总伫咧这个面顶。其他的这个团契，甲着小组的这个迄个群组吼，拢无搁再张贴，所以请咱注意以上。这是咱同心下头来祈祷。听阮的爸爸，阮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会当诚侪你的家事。阮知伫阮这个社会当中，阮有侪世俗的影响，总是因为助你的关系，互阮会当徛在。互阮无因为这个世俗的影响来迷失着阮人生的方向。感谢主，你对着阮教会的看顾甲保守，互阮会当诚侪社区的帮助，互阮会当肢体互相连结，彼此相听，诚侪阮人生的帮助。嘛，因为阮的肢体互相会鼓励，阮伫信仰的顶悬会当搁较徛在。爸爸，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我嘛感谢主，互阮伫教会各项的事工会当得到真好的推展，包括阮伫主日学、青少年团契、阮的社青团契、妇女团契、阮赞美操的事工，以及阮建堂的事工，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看顾，嘛恳求主你的圣神继续来引带阮。主啊，阮谦卑伫你面前，恳求上帝你来保守台湾10分平安。恳求上帝你引带阮台湾面前的路站，搁恳求上帝你赏赐政治人物有疼心。主，阮知这是真了无简单的代志。阮伫过往的20-30年，阮看见政党的轮替，总是不管安怎样，主啊，阮袂对你失去望。恳求上帝你保守看顾阮
整个的台湾引带阮面前的路站，互阮台湾会当诚侪世界的光，嘛阮台湾诚做一个有充满公义甲平安的所在。听我的阿爸爸，即时我们特别为着阮教会内面的兄弟来向你发出阮的恳求，求主你保守吕朝金弟兄、陈长明弟兄、陆仁杰执事、家珍姐、黄珠姐、美玉老师以及吴明达长老，佮正传弟兄，恳求上帝你来看顾因，无论是身体欠满的需要，无论是因生活顶面的需要，或者是因家己所拄着恶担当的事，阮拢要恳求上帝，你的圣神甲因相甲伫地，因为阮知伫人过袂去的时阵，阮是真正是无简单，只有圣神你的帮助甲看顾，才会当诚侪阮的困难，互阮有迄个勇气，互阮有迄个困难。来面对阮无容易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特别看顾阮这兄弟，看顾因的需要，嘛去诚做因随时的安慰甲困难。主啊，感谢你。主耶稣，阮将阳光归伫你，恳求上帝你继续带领，互阮每一位兄弟，阮的生活会当符合主你的心意，诚做一个圣洁的人。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用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上咏圣诗386首，天下万般万国。因是说，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的话，阮搁一摆受到启发、受到启示，以及提醒，阮需要转去到伫阮应该爱有的位置来行主你爱阮行的，实行主你爱交托阮的每一项事，互阮会通伫主你的教会，伫阮家己应爱有的本分顶面实践主你所交托阮的。互主你的名，因为阮所行所做得到应得的荣光，也互你的名伫阮伫所去的逐位，拢会通得到荣光。互阮所行所做，拢伫主你甲全能的即个圣手内面来掌权做王。互阮安尼伫逐个顶有，阮拢会通安尼互主你，因为阮。来得到应得的荣光，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诚。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路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